讲到以色列甲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呢，已经来到第4天咯。以色列念后被军人也拢调来了后，决定要解除所有的作战限制，全力进攻加沙地区。而且黎巴嫩的真主党也趁机会攻击以色列的北部，连叙利亚也攻击戈兰高地。目前这局势是变甲真紧张。 为空中弹道的炸弹牵着地面都爆炸，大概攻击了后，就继续放弃。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真济天，以色列伫调集军人甲30万后备军人了后，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已经解除国防军对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强调哈马斯亲像加沙伊斯兰国爱攻击加沙地区，佮宣布2名哈马斯的高战死亡的消息。 ייקח זמן, זה ייקח יום, זה לא ייקח שבוע, ייקח שבועות ואולי חודשים. אנחנו נגיע לכל המקומות. לא יהיה מצב שאת האחים שלנו, את הילדים שלנו, את ההורים שלנו ירצחו אותנו. 格朗特表示，哈马斯唔望加沙改变，也毋过是这状况会甲因想的完全颠倒变。佮宣布过去几多天，哈马斯的攻击飞弹一直飞过加沙走廊的空中攻击以色列，大部分拢向以色列的地对空铁穹防御系统拍落来。同时间，黎巴嫩的真主党嘛为初八开始，伫黎巴嫩南部发起声援巴勒斯坦抵抗活动，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差不多15粒的火箭。且甲有1名以色列军官伫黎巴嫩因为武装冲突死亡，以色列的反造成至少3名真主党的武装成员，甲2名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渗透人士死亡。为此，以色列佮加强对加沙走廊的控制，封锁对加沙的食物、燃料佮其他供应，佮警告埃及袂当开放甲加沙的边界。埃及伫甲加沙的边界靠近拉法附近受到控制了后，就关闭唯一的供应通道，防止大规模的人口为加沙走廊渡去西奈半岛。 الجيش المصري أنشأ مؤخرا في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تحديدا 6 ارتكازات عسكرية جديدة بشكل يومي و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في دوريات عسكرية مؤللة مع آليات عسكرية وأفراد بيقوموا بعملية تمشيط للشريط الحدودي بشكل مستمر. 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交战，美国表示消停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哈马斯组织是纯粹邪恶的组织，而且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电话会谈，承诺会补充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纳智器甲弹药。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当地11出发去以色列协商相关的内容。另外，伫区域紧张局势继续升温之下，以色列伫1967年占领的戈兰关地，其实嘛受到叙利亚的迫击炮火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发射弹药反击，嘛，互这一个区域的下境交火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